为特别让民众了解台湾山坡地生态的多样性国立台湾博物馆是以300历史的导向，要带观众朋友来了解事物，各有各种族群的活动。透过历史，嘛要让大家来了解生态保育的重要。咱做伙来看卖。就是汉人带着他们的物件，然后原住民带着他们的东西，然后一起在这个通识的交易下面交换。台大地理系教授洪光基当地介绍早前原住民和汉人交易的情形，这是伊即届和国立台湾博物馆合作规划的展览林野历的交界。要讲的就是咱台湾山南的文史，主要以浅山的山坡做主角，因为这个区域那是英国原住民甲汉人上接有接触的所在，嘛是国家伫咧林业管理当中真重要的一部分。森林具有涵养水源、国土保安的功能啊，可是在地靠山吃山的人就会说这个。你国家把这个土地指定为这个保安林，然后禁止我们去利用，那我们平常要吃什么？这种自然它是各式各样的政治啊、经济啊、文化啊，各式各样的力所交错而形成的。现代也在提倡这个里山倡议，那里山倡议其实强调了就是生物的一个平衡，还有人与自然的这个关系。我希望民众看过我们这个展以后，可以带来。对现代的议题更多的省思。这届展览主要以清朝的番社贸易图、过雪湖的圆山附近、甲陈定坡的满载日规这300图，来展出对清朝到日本和民国无共时代的林业文史甲政策。其中陈定坡100图画的都是1930年代中属海外木材贸易的丝合法商行，甲木材放伫淡水河边的景象。当年的丝合法，而且内底有啥丝合法迄个公司是淡水上界大的公司。伊是1/6的淡水人，所以迄个是足大一个木材产业。我嘛真期待讲，少年辈像洪老师这款的学者，会当佫重再来发现，其实毋是发现，重再甲这个放进去的故事，佫再讲互台湾的后代去听。展览透过这300见证台湾史的图，要引导民众来明白咱的林业史，让大家看到对目前过开发的山南到来做国有地了后所引起的社会冲突，甚至到现代咱推广的里山生态开始重视的保育议题。博物馆希望透过展览，让大家了解咱山坡丰富的历史。记者卢尚如、丁玉瑞台北报道。